大家好，我是吴子瑶，接落来请收看《宝岛歌灯》。人类伫咧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捌发生过几啊届瘟疫大流行。台湾盐水伫咧1885年捌发生过瘟疫，迄当阵是均价几啊个月，居民祈求神明消灾解厄，这个风俗也保留到今。成王讲这道世家是因为着瘟疫200多年前。伊拄仔侵入咱台湾的时，咱咸水竹仔加景拄仔好瘟疫来甲咱做瘟，延续到今，咱嘛是用这农历6月11来甲除瘟顺境，延续已经200多年。无论是人为也是天然的瘟疫，拢会对当地的人产生无法度改变的影响。台湾历史上发生过几啊届瘟疫，加减拢会影响到台湾人的生活甲文化。今仔日咱就来了解瘟疫是安怎改变台湾人，阁有咱的文化。咱台湾俗语有咧讲吼，人若无照天理，这天就无咧照家己。这句话的意思是咧讲人吼，若是无照到大自然这个运作，若去破坏环境，这个天公伯有一天吼，就会甲咱处罚啦。到尾受害吼，嘛是咱家己人吼。现主是即马这个会当武汉病毒伫咱世界各国吼咧传开若是发生伫古早吼，咱就会讲这个叫做瘟疫。伫咱台湾吼，其实有真侪民间除瘟的一个风俗，上出名的吼，当然大家拢知，迄就是咸水风炮。咱今仔日咧特别邀请这位来宾，嘛是在地的咸水人吼，伊咧做伙来甲咱讲一寡瘟疫这个主题。咱就欢迎到月金故事馆的林明坤先生。嗨，大家好，我叫林明坤。月丁这个地号名是伫什么所在？咸水的旧名叫月丁。咸水的旧名叫做月丁。较早讲，四多吼，就用1户2落3万加4月丁。是。其实我知影月丁这个咸水这个港口无介大，但是伊是会当在台湾占真大的角度，就是因为。嘉南平原，伊咧生产甘蔗糖。是。荷兰时代的时阵，就是讲，伊会当甲台湾的甘蔗生产的糖运过欧洲，因为欧洲咧啉咖啡的时阵有需要甘蔗糖，所以台湾做出来甘蔗糖是足适合的咖啡的加糖吼。所以台湾迄阵生产的糖叫做乌吉，伊的价钱会当卖较真悬。所以嘉南平原这个所在的生产的甘蔗糖，拢爱经过咸水港，这个港口运过安平，运过东石，都开当咧处理到欧洲啊，好日本啊，好大陆也好，就是所以咸水港这个港口是重要。咱讲到咸水，就想讲也放炮吼，个时间到就会放风炮咧。所以讲拢食时间，大家拢知影讲遐咧放炮拢唔知影讲为什么爱放炮西元1885年的时阵，清朝时代，就是有一种病叫鼠疫，这种鼠疫鸟鼠啊，会带来的病毒吼，所以迄阵变成真侪人的死亡。但是我尾经过日本时代有咸水港厅，有咸水港厅的厅报。是。我甲1904年迄一档的资料甲找出来，竟然咸水港街吼，竟然有517个人发生病吼，死亡就372个，这么多，这么多。所以咸水这个所在就用一个特殊的方法，落去把这个液甲消毒去，对无？咱咧放炮的时阵，炮内底有硫磺，是。硫磺大家拢认为硫磺会当消毒，所以咱城市若放真侪炮的时阵。
这硫磺会当把这病毒、把这细菌消失掉，所以迄阵就开始放炮。啊，同官邸啊讲啊出来的时阵，有周冲也做前锋，啊开始也放炮，放愈多愈好，所以大家心里就讲有一个安定，所以就感觉这疾病会当控制掉的。迄个年代时阵，咱已经遇到类似的情形，甚至讲吼较严重，无法度去解决。但是咱就累积落来了，遐经验吼，提供互咱后来这个人吼，有迄个提防的措施啦吼。所以咱去感受到讲啊，这个对咱来讲是真严重的代志。所以咱即摆台湾的防疫咱做甲遮尔好，进前这祖先啦吼，互咱的经验啦，甲咱讲的这个教训吼，甲咱教的。因为咸水是一个港口。是。啊，人来去，来去，啊，所以瘟疫拢就是大陆的船啊架过来，病毒迄种细菌就是，其实属于是迄种杆菌，啊，伊就是对大陆喂着杆菌了，然后等下来台湾，啊，所以发生病，所以船啊迄阵就开始讲，啊，袂使上岸，啊，车啊单开岸顶北咧，但是沙啊中有一块铁啊，啊铁啊鸟喙啊，若要对船啊顶要来登陆的时阵，就经过迄块铁啊，迄铁啊因为会震动，所以鸟喙啊到迄铁啊时阵，就搭个沟啊底海要窟来个港口内底，所以鸟喙就袂当咧即上花。是吼，啊讲到即个鸟鼠啊，会去调剂吼，去瘟疫对无？啊，听讲执行长你迄阵啊，你捌去为着这鼠疫的代志吼，你阁有去掠鸟鼠对无？鸟鼠啊顶头有跳蚤吼，甲走，啊所以喂来喂去，啊所以爱你若甲鸟鼠啊甲取消掉的时阵，爱用烧水甲烫好死，啊甲尾加开始教。听讲迄阵的学生啊教一只鸟鼠尾就当3工的零用钱啦，是哦，所以真悬，对。啊，咱讲到日本时代这公共卫生啦吼，啊，这个相片这是咧讲啥物？日本时代的公共卫生的知识已经入来，有一个人叫做后藤新平啊，是，伊就是像即阵的阿中小共吼，伊就是讲部长，伊就甲西方的迄种的观念入来，爱有一个防疫的一个单位叫防疫所。哦，这个就是防疫所吗？对，防疫的所在，对。啊，这就是若发生疾病的时阵爱消毒。啊，消毒迄阵大部分是石灰水是传统的啦。啊，到尾有一种叫来索吼，就是讲西方的一种消毒药水。啊，迄阵大部分拢用这个消毒，因迄较有副作用，所以即马较无用迄种消毒药水。无怪即马较罕咧看到，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若碰到什么病啦，什么要洗身躯，拢用迄个消毒水。啊，所以讲迄就是日本时代到大陆有的啊。对。哦，原来是安尼。这病人吼，爱隔离。啊，即阵爱用防疫的车辆来隔离吼，袂使互出来坐公共汽车还是啥物。啊，所以讲这敢有车，这人咧捐啊。人咧捐诶，啊个隔离吼，就要用一个布啊围开吼，对啊，隔离隔开啦，隔开，这是病院。日本政府来就开始起病院，啊起护理学校，啊来就是有庄脚有诊所，啊这是病院，这是稻江的医院的分院哈，啊有而且咧对这病人咧做治疗的工作。啊，伊这是防疫的病院安尼吗？还是讲本来就这病院？本来就这病院啊，设一个防疫的所在。比如讲，这是每一个所在，除了台北啊、台南这种有吗？拢有。所以讲，迄个是真普遍啦。哦，就是讲面对着这个瘟疫的发生啊，大家每一个地方的政府、日本政府啦，因为去设这个病院，民间甲政府官方啊，民间民众啊，大家到底来合作安尼。对。这点来讲，因为属于吼，瘟疫吼，这死亡都真悬。系啊，迄阵抗生素无够，卫生知识啊，药啊无够好，所以就死亡都真悬。啊，所以比如讲，阮咸水，元宵节是正月15，是啊，有一个姓赵的，伊是唐焦赵相权的后代，好。
啊，因兜元宵节的前2天，正月13，因兜就放13副的棺材。13副啊！一个大户人家内底43个。哦。好啊，但是迄阵日本政府安怎处理你敢知影？伊甲这因兜的大间厝，这3到8门的厝吼，拆开，啊，参这棺材做伙点火倒去啊。所以拢甲烧了了。系啊。啊，因为伊是不是惊讲迄个病菌会去拖开？拖开对。即摆的人哦，有影是有头前的人甲咱做一寡经验的传承啊。以前的人若当着这个物件，拢无法度去解决的时阵，啊，伊当做的方法就是讲，甲扑杀，甲规个拢甲烧掉，啊，变讲安尼就袂去惊讲伊袂去继续拖出去嘛。宝岛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得水仙果、东山楼，这曾经伫咧台湾历史真青雅的酒楼。你敢知影讲，伫咧迄个时阵，因有偌尔老热？包厢就是安尼，隔一间一间，啊用房仔架起来，内底有小食、坐台、杯酒安尼。高仔灯来笑光，你敢会记得讲，你是当时开始去公园啊看电动花灯？伫迄个3月19，阮北港咧廖境的时阵，伊先起来廖境。曾经有一阵伫咧台湾出世的人，就是讲家己是台湾人，伫咧战后煞互人叫做是日本人。80年来，伊心中所思念的拢是台湾。伊就吼为迄土画咧，啊，就一面画一面哭，要早回去日本。就问伊讲，啊，你伫台湾拢总住偌久？伊讲9年。台湾400年的历史中间，曾经有发生过几落摆的大瘟疫，影响了咱台湾人的生活习惯甲文化发展。你敢知影迄个时阵有偌尔严重咧？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高丁》。看到这张吼，我看这有一寡，这是港口。港口。这敢是这是倒位的港口？这树林淡水。哦。其实因为台湾的港口就是有正港的，正港你知吗？正港的。啊，有的就是普克岛的，就是富港的。富港。啊，正港的就是讲淡水啦、基隆啦、高雄，迄叫正港。啊，港口要入来拢爱一个防治的措施嘛。虽然讲看起来简单，但是伊有一寡方法哦去预防。啊，未入来进前，咱就先甲架开，先甲预防起来，吼，较袂讲外来这物料安尼。啊，这个有王注射。哦。啊，王注射就是霍乱的王注射啦。霍乱，可能啦。咱知影鼠疫都无疫苗嘛，吼，然后武汉病毒嘛还袂有疫苗嘛，所以这是。可乐啦，注王射。但是我细汉的时候，我一直记得讲吼，咱一直咧注这个预防射咧。哎呀，真真的，两三工啊，就甲你注射，啊2、3工啊，甲你注射，然后一直咧注迄个疫苗啊。咱所有的这个政府啦、卫生单位吼，伊会去甲你做这措施吼，拢会去想着讲伊是为你好。啊，细汉就是感觉就烦的呢，3不5时就变讲啊，咱来去甲注一下射吼，啊，自然就疼的，一礼拜拢袂消肿啊。虽然讲无100%。但是有90%，我他们嘛是袂歹，会当减轻这个传染的预防性治疗。这个隔离嘛，吼，就是这户的人，因有人发生病啊，还有大风潮，啊，人就袂当入去，大家一只咧隔离。啊，隔离所。会当来讲隔离所，伊这个顾，哦，得顾的，袂使出来，14天也倒来内底，袂使后白走者。是，伊食清用是要安怎？有人会送，有人嘛是会送。对，这已经胃着病啊，所以要隔离。哦，这是已经胃着病啊，爱隔开安尼。隔开。哦，啊，但是伊安尼敢若无啥物隔着啊。系啦，就是。迄个年代啦，啊，这张咧，你讲啥物？嘛是隔离啊，隔离隔开。所以讲，这个梨啊是家己隔伫内面。隔因内底，围开伊咧内底。啊，阮咸水就是用较早吼，咸水港边有一个去食寮。啊，去食寮就到尾然后改做做隔离所。是。然后隔迄所在。啊，这个地界未来后来，伊是毋是会变做是一个人较袂去接活的所在？敢会安尼？时间过就无迄病毒伫个啊，所以。阮咸水就是有，因为瘟疫的时阵吼，就有一个网挖开，100几个尸体，就是讲啊，迄个就是讲
集中掩埋的所在，这封闭的所在，就隔离的所在，就讲一时间过，像讲14天过啊，几天过，一单过就无会病毒的迄所在当然，咱会当用石灰甲也咧，迄所在就无病毒。广播垃圾用嘛，无一定每大家人拢会听啊。因是安怎用什么款的方法去宣导这实情，或者是讲去介绍这环境甲进度啊？我有听讲以前有出报纸，报纸顶悬有真侪有记者咧写诗，这首。好，这是一个日本时代一个记者写的吼。我来唱这首诗：人生疾病终究医，诊断是分真与异，急报地风风又波，挑来又水先解滴。这首诗就讲，人一定会传染着病，但是一定要赶紧甲地方的防疫部，就讲地方的政府，政府就会甲药水来甲你这所在消毒。这首诗是写安尼。所以先甲你宣导讲吼，你若是钓着你若感觉讲你敢若有去挖着的时阵，你唔好紧张，你都要通报，你都要唔通讲吼，你甲暗藏这个病情，安尼到尾吼会去产生更较无法度去暗算的这个问题嘛。所以吼这个就算讲提早预防啦。对，这首诗写着台北市吼，有12个城市，但是拢有得着这个瘟疫，所以就是，所以大家拢郁卒啊，郁卒，大家拢唔敢出门啊吼。这首诗写着讲，你若阵有着瘟疫的时阵，政府就来甲你打封条，打封条，所有人经过这个所在拢袂使入去，头拢爱咧行过迄所在。所以即号来有着瘟疫啊，就是打封条隔离。这首诗写着讲，这个瘟疫是了厝仔来的，但是台湾人碰到这种的时阵拢。无法度，无药啊，所以靠生命。咱迄个时阵面对着一个无法度去解决，或者是讲抑阁唔知影情形的这个病菌，这瘟疫的时阵，咱人吼就想讲我着对天有可能有做一寡亏心事，所以讲我是为着我家己去报应着我的身躯顶悬。其实这毋是迷信，我感觉这是人的一款自省的过程，自我反省、心理的安慰我感觉这真重要吼。这首诗是5首诗的上尾首诗。彩裙冲出小西城，悲冰深深缘记冰，思飘爱饮切决心，同胞刻日庆中生。拢闭在迄内底厝内，但是听到真悲哀的声音。但是咱这同胞拢是等待有一日，这个瘟疫会过。是，拢相信啦。拢相信瘟疫会过。以早迄个时阵，若是碰到这个遮尔侪人同齐吼，拢有得到这个瘟疫的时阵因敢有封城这款代志？其实台湾有封城过，就是1946年，就是民国35年，台湾当光复的第2冬嘛，宜远咸水的边有一个城市叫做布袋喙。布袋。所有的船拢对布袋都出入，所以阮甲布袋叫布袋喙。是。就是民国35年的时阵，因为布袋迄阵的时代，就是因为大陆欠真侪农产品，布袋会当甲台湾的生产的农产品啦，番薯啦、切啦、大豆啦，运过大陆，包括糖运过大陆，大陆会当运过物件，就变成一个流通的一个港口，就是。好乱来了，但是迄阵国民党的政府就甲封城，封城了，等到发生真济问题出来，就讲，因为这个所在临时封城无粮食，所以要挟人
就变成真济啊，有的袂堪这腰冲出来的，就是有机关枪在伊啊机关枪，嘿，就是国军兼警察围的嘛，所以这是布地区的危险，因为你科雷拉的问题，布地区风险，那个死亡超过应该爱死亡的人数，对，对。咱为什么会去调这？吼，咱天灾地变对无？这是无法度去影响的，但是人为的因素吼，有当时也是占大多数嘛。但是以早这经验，其实有提供互咱一寡参考吼。虽然讲人的因素真大，但是政府的观念嘛真重要。是，嘿，其实日本时代1898吼，日本有一个读医的吼，叫后藤新平嘛。啊，伊来台湾是做民政官啦，民政官，伊就是用政府的力量要改变着台湾一寡问题，好像瘟疫的问题，当然爱下水道嘛，下水道，但是迄毋是足简单会当做，啊，但是一寡观念会当改变，就讲迄台湾的厝拢光线拢真歹。啊，伊就讲以后若咧起厝，伊拢爱改顶头有玻璃吼，日头会当拍入来。是。啊，一寡家屋吼，就是讲兼做一寡家屋，就是讲窗仔门拢用绑啊。早是一块一块绑落来，下晡时要关店啊，一块一块倒起来，安尼叫做一工。是。啊，但是光线就无入去。啊，所以就规定讲啊，这窗仔门拢改玻璃。是。厝顶啊玻璃当入来。阳光日头会当拍个入来，来就讲，伊就甲台中市政改，台中市咧市政改革时，向东的日头会当拍到这个城市，来就是讲，去护理校啦，去病院啦，来就是讲一寡消毒的，就讲大家会当清扫，一个月扫一遍。一寡像你头拄仔讲的，迄较早有瘟疫的所在，会当扫清清气气，迄就无病菌的所在。人讲吼，种什么因，就会得什么果，就是有影啦。这俗语伫咧讲，天人若无咧照天理，天就无咧照家己。所以讲，咱就一定要记迄个历史吼，互咱一寡教示，互咱一寡启发咯。咱知影讲，避免着瘟疫的这个灾难的来临的时阵吼，当面对着伊，爱安怎去处理你家己的心态的问题。我咧讲，阮咸水港，阮咸水港有风炮嘛，风炮意义就讲，伊去这个城市较早有瘟疫，大家心里真艰苦，会惊，大家拢会惊死嘛，所以就有这个风炮，伊慢慢啊演变成一个阮咸水的人的一个民俗的活动。是，其实吼，以早开始初开始有伊的功能，伊可能有一寡无科学的功能，但是咱即摆甲看来，对咱心灵的安慰，这较重要。面对着这瘟疫啊，唔通惊遐，唔通讲吼无出门啊，什么拢免啦。其实吼，你家己过好，咱大家都拢好。所以讲历史甲咱教遮尔多吼，咱透过着了解着以早咱台湾的这个防疫的过程，咱已经了解讲伫咧这当下，咱应该去安怎样去处理咱家己的心情。家己甲过好较重要，心安人就安。感谢今仔日李园长来到咱现场，甲咱分享遮尔多，感谢阿妈大家健健康康哦，吼。